呢一份殊榮是對國際健康養生會致力推廣身心投資理念的最有力嘅肯定。現代都市人喺高壓拼搏當中，往往投資咗人生最寶貴嘅資產，就係身心資本。多年以來，我一直致力於將東方道家嘅智慧與現代西方醫學科研深度結合，透過與香港大學長達18年嘅合作，我哋以嚴謹啲科學數據證實了傳統氣功在預防腦退化、活化大腦神經方面嘅成效，讓古老智慧有了現代嘅科學語言。我始終相信，健康唔應該係生病以後先去補救的維修工程，而係一項需要長期經營嘅健康投資。從順應天時嘅作息、藥食同源嘅飲食習慣，到心靈同頻共振，我們希望喚醒更多嘅人，掌握健康嘅主動權喺自己嘅手中。健康從來不是生病以後先去被動嘅維修，而係需要智慧經營的終身財富。感謝大會啲認可，以及科研團隊與所有同仁嘅堅持。未來我會繼續推動東方智慧與現代醫學嘅結合，幫助更多嘅人擺脫機械式嘅生活投資，重拾健康嘅體魄與寧靜嘅心靈。人生最貴嘅資產不是財富與名利，而係健康嘅體魄、清醒嘅頭腦，共赴人生萬里。多謝大家。